好，来继续来讲这个游览车，嘛来放宽着部分管制措施，袂阁来限制着坐车的人数。这对已经5个月无接团出车的业者来讲，是一个好消息。果然，卡来问买游览车的电话嘛对咧增加咯。也毋过有游览车的业者讲，甲过去袂比例咯。过去只要拄着假日，一天上无通啊接到20-30抓，即摆一天加接到1-2抓就要偷笑咯。毕竟这个车顶是封起来的空间，大部分的民众也是唔敢来参加着团体游览，行李是不是会当回转来，爱个观察。中央放宽游览车的乘车人数，以核定座位数为上限。以这台游览车来说，核定座位数45个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因应防疫是可以完全坐满。喂。电话拢咧看见讲游览车防疫措施，敢有放卡令啊？这户5个月来无毕业旅行，也是旅行社成立通做游览车的业者，袂输看到一线希望。多多少少会有电话来预约车辆，不过都是关心那个座位的问题。不过问的较济，时间出车的是有够少。当你短时间要像之前这样的话，是几乎不可能。无论大小台车，拢点点停伫遐。因为若假日上好的时，一天会使出20-30抓的车，不过疫情后，一天会使出1-2抓，都爱偷笑啊。业者真有准。完全那个出车率是0，而且电话询问率也是0，几乎那个电话都不曾想过。连续5个月，薪水照发各种的税照纳，不过出版的车是有够少，营业额损失上少是700-800万。来看另外一间，大概2-3个月就大概这么厚吧，然后现在就几乎没有几张。载客量超够济，订单无规张，愈看是愈艰苦。最好的时候大概就是出车率就10%。然后现在大概剩下2成的出车率而已。中央虽然宣布讲游览车载客人数无搁限制啊，不过伫这款封闭的空间中参加团体游览，人客嘛是会胆，敢有人客上门，这恐惊就要等时间来证明。